这个不老想的，我说下说的，我是怕陪的，然后为木弄我把小，你的去是好，可能然后个不带的，我说下说他的话，有些样可能，我们干木呢，这里啊，有些为，然后家的爬头干，他来家里小，然后。为高级路作为节气它这个土嘞，打开外地嘞，那它清洁为哦，我说可能下为我西，我说的爬那特别它很多老家为，下巴头嘞我的爬就打好打为，下打背打为，你们来打嘞，好节气它教嘞，那它清切它，打开切它，那为我西的爬个，我说可能，这个嘞可能我干了就打好打为，下打背打为，我们是的我们可能。那我要第一位，他妈有下他好为他去摸他发个，然后打开来过一点个就，下个车位后那他打来，什么样的也还不会不搞，有下个就会不，现在怕他比搞了比较不，他所有些怕别位，你去那边他住的，一个七二位后，他家他那不给打位那不小，阿明。